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最近推出着亲子的体验坊，要让囡仔为生活当中来学习工艺。 亲身的体验以工艺五感为诉求，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宣布亲子体验坊正式展开，利用竹仔成为工艺布置空间，提供材料甲家私自由的发挥。我觉得现在这个铜碗是现在的小朋友是没有接触过，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。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有寓教于乐的效果。希望莫有限制，和工艺自然进入囡仔生活，哪算哪学艺术。 那他在做的过程呢，他会有看，他会有闻到味道，闻到材料的味道。那他在动手的时候，他会有触觉。大个月拢有无同款的主题，充满教育、互动甲趣味性，工艺所欢迎亲子踊跃参加，创造美好的回应。 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